来继续来看世界木性具联盟伫英国举办的木性具锦标赛，咱的奥运金牌的选手林玉婷，因为性别检测的议题，无去参加比赛。伊的教练讲，一个月前就甲世界木性具联盟咧交涉，但是联盟未赴伫比赛前来回应，也毋过对方已经受理案件，即摆就是互相尊重，等待结果。 世界木性具锦标赛要伫咧英国利物浦起过，咱台湾木性具选手将已经出发比赛，不过伫咧这相片内底却无奥运金牌选手林玉婷的形象。前段时间才从韩国的训练营回来，他们这些教练给予我就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启发。 前一阵仔才打到韩国训练，林玉婷继续准备比赛，唔敢休喘。世界木性具联盟 WB 会伫咧4号到14号举办，得到国际奥会申请了后头一场的世界锦标赛。林玉婷说过一摆因为性别的问题无参加比赛。我们在1个多月前就开始交涉，但是我们本来是希望要求赛会前能够有明确的回复，给他们已受理，只是他们的回应速度还没有那么快。基于双方都已经受理案件在调查期间，我们彼此就要尊重彼此。WB 伫咧今年5月先公布性别检测的方法，8月佫一摆公告并确定义，会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判定选手的性别。林玉婷伫咧5月进前就提出相关检测的报告，双方等无回应。等待他们的医疗审核嘛，看他们最终的结果是怎样。那接下来就准备全国运动会嘛，然后或者是我们还有安排其他的一个赛事，国内医疗专也重新组织过，重新检验过。我们对于我们的结果刚好非常有信心。那至于外界要怎么去认定，我们尊重，因为没有人说玉婷是被禁赛的，就大家都是在一个等待允许的状况之下。 林玉婷伫奥运摕到金牌，所加入性别认定风波，后续因为性别的问题，包括去年底 WB 伫咧英国的年终赛，今年的泰国公开比赛哈萨克赛选择退赛含无参加，拢是因为性别的议题无参加国际赛。即马就干那当等相关单位赶紧定完善制度，选手才当安心比赛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